做伙跳舞。吉他2要主唱，这样就 OK。好，那老师我可以继续。到回回家哦，我就是一开始咧号名，想讲要甲号一个较有台湾意识的团名呐。我就去找迄个台湾俗语，到回回家的意思吼，讲虽然咧做一件代志，敢若看起来，敢若无啥物，要安讲？我嘛唔知。你好，你好。做这件代志无啥物意义，无啥物成就，无一定的成功，但是嘛是继续甲做落去，做好咩啊？做好咩啊？这本带这几条歌有啥物故事无？第一条歌就是我去小琉球，嘿，我去刺孔楣啊唱水啦，所想到一寡人生的感想。你拄到危险，还是毋知影头前会看到啥物，但是你会就想要都对头前继续行落去，看咩啊头前会有啥物精彩的代志会发生，故事会发生，对。我的人生无忧无虑。第三条哦，第三条是较新的歌啦。其实我就是想要写一条歌，互阮阿公啊。阮阿公过世足久啊，想足久啊，伊讲就甲写出来安尼，所以有一条歌纪念阮阿公的歌。是啥物甲你阿公的故事？迄是我伫我大学的时阵，有一天透早，阮妈妈叫我去陪阮阿公散步，就行路的中间，其实两个查甫人嘛毋知要讲啥，嘿啊，就是我就问伊一个问题，阮阿公就甲我讲，两个人伫迄个中间就是敢若一个对话呢，这个对话10几年了，我就甲写做一条歌呢。你讲做世人是真艰苦。记得迄天透早，你对我讲，你讲做事人。我是介意变来变去，因为人家摇滚的曲风，你咧？我做事人，感觉有故事啦，温馨啊。我嘛是做事人，因为我大木吉他。较轻松，较简单，所以我会使享受歌曲。我变来变去，为啥？爽，简单。你去评，你来。海味61号，赞。